透中昼的日头照落来，我非常清楚看到阿英仔的面，伊的身躯和一个脱毛体查甫人的脚趾片规个扎咧。迄1万年的画面，一直留伫我的记忆当中，毋捌消失。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可欢。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去吗？阿美金嘛，拜托你甲我写一张批咧。好啊，迄些好像写互阮后生啦，甲讲伊若姊后个月有代志要去台北，叫伊去车头甲带。哒，地址伫遮。好。对小学4年仔起，替普遍毋捌字的厝边写批，抑阁有读批。已经变做我平常时的任务。阿钦，阿英阿伯，让你给我写一张批好无？要去互阮查某孙约婚的啦。好，要写啥物？写讲伊顶日仔早顿来食养骨的，我食了袂歹，叫伊明日仔要转来时，搁炸2罐。好。一般的批，厝边通常是批纸甲批笼摕咧，直接来阮兜。交代内容叫我代写，若是牵涉到一寡较私密的，也是无想要互人知影的代志。可比讲，对后生带转来女朋友有意见，无希望伊继续交往，也是要家己外地趁食的后生，到厝内新妇的歹话，讲伊不好，毋是款等等，就会甲我叫去因兜，也是无人看到、听到的所在写。拜托你替我写一张批，敢好？阿英真够胆，毋捌甲我讲过话，搁较免讲写批。所以有一天伫路林撞着，伊甲我查倒来叫我替伊写批时，我煞无张伫感觉碍虐，甚至毋知要安怎才好。写批哦。之所以会感觉碍虐，是因为迄时阵我已经读初中2年啊，开始对男女之间的代志感觉好闲，半捌半毋捌。阿英偏偏又阁是庄仔内真侪暧昧故事的主角。我迄天看到阿英一个人走去阿雄阿因兜呢，
走去向阿因兜是安怎？你袂记诶，向阿因某即阵啊，转去后头厝，甲因弟妇啊斗做艺来。哦对吼，阿英啊是去向阿因兜要创啥？要创啥？迄也得搁讲，想嘛知。哦，即个向啊，点点食三碗公半呢。我要来问向啊看卖咧，阿英啊的身躯揽起来是啥物滋味？哦，讲甲恁遮的小弟哥，看到无红的查某吼，啊，着安尼笑哭哭。啊，钱无两个半袂等啦！检菜阿英有需要，向啊有欠用，两个互相无相偏啦，就是讲咩？讲甲恁遮的查甫人，有关阿英的传闻，甚至早就已经变成我头壳内的画面。所以，伫互伊走倒来迄当时，希望边仔拢无人。毋过，我毋若听到家己的心脏咧乒乓跳，耳孔边甚至佫响起庄人所有当咧当大人的囡仔迄种暧昧的笑声。阿英啊，自嫁来阮庄以后，就喊你甲人相交插。原因毋知是因为伊的出身、婚姻，也是一寡特殊的行为，或者是打扮。阿英啊，过去是一个低点仔查某，毋知为虾米，伊互庄人公认上公德、上老实的阿将杀掉，上尾还阁无顾厝邻全部的人的反对，甲伊带倒来。佮教两个老爸，毋知是啥人的囡仔，因为厝邻的人毋接受阿英，阿将规气家己踮砖尾起一间厝，一家口仔四个人过家己的日子。叫你，你毋知有听见无？自从咱离开了后，时常思念你。庄里的人对阿英啊拢真怨妒，因为阿将毋甘伊出去做事，所以除了带囡仔以外，伊逐工穿水水点胭脂。垃圾又存甲上大声，唱歌拉曲过日子。望你毋通来袂记，期待一日个一日可爱的爱恋。迄阿将为着饲某。也阁有饲别人的囝，郭不将只好逐工加班，对死做活来哦。毋知影庄里的人是毋甘，也是感觉阿将应该死好，拢讲伊。这个阿将啊，是日拖夜磨，一年60岁啊哦。风声从安尼开始。阿将逐工拼老命，
阿英缩伫伊的尻川后，甲一寡卖菜的、卖肉的、甲卖杂碎的人，安尼不清不楚，高高甜啦。一冬外前，阿蒋雄雄吐真济火过身。随望病院讲，死亡原因是几落冬的胃溃疡致使急性的胃出血。毋过，袂少人甘愿相信阿蒋是为着阿英仔甲囡仔忝死的。铁拍的身体嘛袂堪你3日的落屎。甚至阁有人风声讲，阿英仔一定是逐工伫饭菜内底蓝鸟饲药啊，甲阿蒋啊偷死的。毋信，大家看卖咧，阿蒋啊也袂过8日咧，迄阿英仔就会讨客兄对人走啊啦。想袂到阿英仔毋但无对人走，甚至阁出门做工饲即个鸡，而且可能是无想要面对庄人满世界奇怪的眼光。伊专工走去行路，爱点外真久，才会到的高档啊做洗炭工。迄天，伊伫路顶甲我扎落来，拜托我替伊写批。要写好像。你甲我转来阮兜，我甲你讲。好啊。迄是我第一摆行入去迄个充满暧昧传闻的主场景，只不过，互我感觉淡薄仔失望，因为阿英仔因兜和一般矿工的徛家生做共款，无啥物特别，而且整理甲非常的清气。两个分别已经小学4年甲5年的囡仔，当咧写功课，壁顶阿蒋的相片。人像咧对囡仔微微啊笑。恁两个先去打水，甲暗光的水底互甜。我有代志要拜托阿琴哥哥。好。囡仔走了后，阿英仔甲我讲，有一寡代志我无想要互囡仔知，所以我才拜托你。我想要拜托你替我写批，互阮宜兰故乡的兄哥，我要甲借钱。你要特别写清楚哦，讲我是甲伊借的，以后同款会行。我毋是因为阮翁死啊，找理由要甲讨人情。阿英仔讲伊捌洋人寄话，甲阿兄借过钱，毋过因阿兄寄人传转来的话是讲，你是毋是找理由要甲我讨钱？甲你过去住地点啊做事，寄转去厝里的钱，讨倒转去。你甲伊讲，阿蒋是有保险会使领，无毋对。毋过我一角银都无本着，连丧事的白包嘛是拢互阿蒋因兜的人摕了了。经过几工后，宜兰迄边回批啊。当伊甲批条完的时阵，我看到一双互涂炭水浸到淡薄仔种，已经闭开的手，粗粗短短枕头仔面顶，阁有一寡互石头也是涂炭挂着伤的号，就亲像阮阿母的手共款。批写甲足直接。阿英，我无钱通好借你，这许落了后，3个囡仔拢爱注册。我即阵啊，家己身体嘛无偌好，着爱搁看医生、食药啊。啊，你嘛知，阮规口罩敢若靠迄块山田咧食亲。啊，毋过你伫矿山，上无嘛比我较有机会咧趁钱。我若读批，哪注意到阿英仔的面豆豆啊落落来。批读煞了后，
伊声音雄雄放低，闪倒来讲：伊的囡仔爱读册，我会感到毋免。矿山钱好趁，伊是要叫我搁去互众人甘心。我硬硬踩伫遐，毋知要安怎，毋知要讲什么话，嘛毋知是应该离开，也是继续徛伫遐。踮遐挨摇一步，阿英才甲衫旗扭起来切面，头搭起来笑笑啊，甲我讲：歹势，即款见笑的代志，拢互你知影。你出去是毋通甲人讲哦。哦，袂啦。迄年的7月15中元节要到进前，来一个超大的风台，总连1/3以上的厝，毋是规个倒去，无就是倒一半。这场灾难对矿山强要挖无团的故乡来讲，会使讲是一个足严重的打击。啊，厝倒去啊，去了了啊！阮兜嘛是，敢若剩4面壁，无再条大。真济受灾的人归去切心离开迄个向时捌繁华过的所在。你这是要搬哟？我看破啊，伫遮乌涂团的钱，还阁无够修理厝挂咧。我还阁考虑一下。唉，莫阁留恋啊啦！趁即阵也有气力，紧落山来去市内拼一站啊，趁我老本较实在啦。所以风台过了后，规个砖头，互人感觉若像一时仔就稀微衰败落去。阿英啊，因兜嘛放弃啊，庄邻的查甫人斗阵去甲伊修理厝。阮后爸转来了后，甲阮阿母讲：这个阿英啊吼，实在有够含慢拍算。安怎讲？迄修理厝要用的材料，拢买了无够，这项也欠，迄项嘛欠，就搁随人转去厝里斗欠一寡料，才勉强修理好势。奇怪，因阿丈毋是有一条保险金咧互你啊？所以我毋才会讲伊袂晓拍算。迄条保险金吼，阮当互伊开了了啊啦。阮一阵人吼无用规工，伊嘛干那买一担汽水。连煮甲一点仔点心，也是啥物都无啦。迄大家吼是叫甲无力咯。这个阿英啊，嘛真害啦，还阁有2个囡仔爱饲呢。卖前卖，钱就开了了，看以后日子要安怎过啦？因为我有答应阿英啊，莫互知影因兜的代志。所以无甲阮老爸讲，其实阿丈的保险金根本都无阿英仔的份。
这年休热的上尾工，拄好是中元节的正前一天，学校敢若一节课的考试，所以我比平常时坐早一班火车回来。透中昼的日头长炎，规条山路无半个人影。只不过，当我行我一条下过山沟的细条桥的时阵，若像听到有人咧嗨惨的声，毋过分袂清是查甫也是查某，嘛听袂清楚是咧喊啥。系啊，迄是啥物声啊？偏偏迄个地点是恐怖传说上济歹所在，所以伫迄一晚里，我已经行甲规身躯起鸡母皮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迄条桥是用长高形的石板搭起来，无介长，量约2-3公尺左右。当我一个踏去咧桥顶，有人！我就知影桥骹确实有人。遐有一支本担，因为我看到桥骹的草埔有一只本担捅出来，所以过桥的时阵，我自然就放闲，甲骹步放慢，石板的芳对下面一直上。啊，迄个人是透中昼的日头照落来，我非常清楚看到阿英仔的面，伊的身躯互一个脱毛体查甫人的脚趾片规个扎咧。是阿英啊，另外迄个查甫的啥？我对另外一个芳，佮看到一部分的猪肉担。是卖猪肉的。我毋知影阿英是毋是共款透过石板的芳认出桥顶的人是我。了后，亲像传说中的刀爪，会甲头戴入去土内面，用无看到来逃避已经闪袂过危险安尼。我看到阿英随甲目睭揢起来，转来去，就甲头滑对边仔去。迄一万年的画面，一直留伫我的记忆当中，毋捌消失。过当天是中元节，迄天马仔妈炭坑口特别闹热，因为伫冰箱也无讲介普遍的迄个年代，庄年的人惯是甲较快后的鱼甲肉摕来温度较低的炭坑内面放。起码阿美金嘛，拄好你来，你踮即块石头面顶，甲我写一字米，互我做记号，好无？好啊。米，好啊。多谢啦！等于甲恁爸讲，我今年有加传半打烧酒，人客来若啉无够，则来阮兜灌。好。当我甲行李挂好势，搁伫面顶做记号了要走的时阵，我看到阿英嘛赶一大块猪肉行过来。吼，阿英啊，你这块猪肉赞呢，分我看一下。有人看一个伊手灵关的猪肉，甲学老讲：你拣的这块上好，迄个死卖猪肉的甲我讲，假心嘛无货啊，原来是互你买去啊！伊经过我身躯边的时，伊的面完全无表情，而且哪像根本都毋捌我共款，连甲我撩一个都无。阿英阿姨。伊行过了后，我山雄雄感觉轻松，虽然有一丝丝失望的感觉。
今仔日的广播剧《秘密》是由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单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钦单语如演出，阿英萧秀团演出，阿美锦萧如玲演出，阿英阿伯萧明阳演出，侄啊林玉石演出，伯啊林依婷演出，妈王玉冠演出，姨啊张兴文演出。查某囡仔林玉芬演出，阿兄陈炳文演出，老爸关凯欣演出，老母王玉冠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杨小军，图念林定军。庄仔内的人讲，阿英是一个低点仔查某，有一摆。伊让阿钦倒写批，互伊带伫宜兰的阿兄，才知影伊的翁婿阿将死去。伊无领着保险金，嘛无摕着白包。阿英伊做工趁钱，伊要甲伊的阿兄借钱，煞互人拒绝，又搁互伊的阿兄。路解是要讨伊早趁食的钱，伊讲这是见笑代，伊拜托阿钦爱劝话，毋通甲别人讲。伫迄个炭矿卖消息的所在，风台后的中元节，阿钦看到桥骹迄个面膜啊，迄支扁担。炭矿地涵内底迄块假心肉，阿钦甲批的内容，甲看到的代志，拢藏条条。见摆听到这款故事，我心内就足艰苦。台湾以早社会，永远认为查某囡仔就是了钱，饲查某囝是替人饲。查甫才会使传后事。我出世伫庄骹，庄仔内若出现穿插真水的小姐，规庄头的囡仔拢会足好现。问厝内是大人，因接接会讲出一个真亲像的故事。伫台湾迄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迄个散车的家庭。若是出世一个查某囡仔，伊对细汉就爱开始做工课，可能是做事、做家内事、煮饭菜、饲猪仔、饲鸡仔、带小弟小妹。若迄个散车又搁重男轻女的家庭出现变卦，阿兄无钱读册，厝内的人破病。阿爸亏欠别人，查某囡仔就行做迄个家庭的财物，伊时常互爸母摕出去赌笑，伊可能就出外做趁食查某，趁钱转来互厝内的人。我真好运，随望出世伫庄骹，随望厝内有4个查某囡仔，搁一个小弟。我的爸母嘛是拼性命车养阮，互阮读册，看中阮遮地仔的疼性，互阮逍遥自在咧过日子。望亲像阿英的故事，真正是迄个古早的故事。
仔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เรา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同款真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参加咱台语教室的单元。今仔日3位拢是台文系的同学哈。好，介绍第一位是王祖和，祖和你好。大家好，我是祖和。第二位是连心旭。大家好，我是心旭。第三位是陈友伟。友伟伫遮甲大家问好。好，欢迎3位同学哈。今仔日来到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基西米发起人，嘛是咱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大平安，我希美。另外，有2位台语老师给咱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也有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好，咱共款对今仔日的广播剧秘密内面经5个华语的题目，互咱空中好朋友，互咱同学大家挑战看卖咧，看台语安怎讲较好势哈。好，所以咱就来听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我忽然有点尴尬，甚至不知所措。我忽然有点尴尬，甚至不知所措。我常常感觉讲有淡薄仔眼热，哦，甚至迄个无注意，毋知要安怎办。规个人硬去，规个人硬硬。我常常感觉讲有淡薄仔眼热，甚至硬到无头神。好，来，希美老师。我煞常常感觉歹势甲，甚至毋知要安怎做较好。所以感觉无一定爱眼热吼。因为其实我有看前后，我感觉伊伫情景内底讲歹势甲，就是伊毋知要安怎反应是较适合用歹势，因为其实这所在尴尬，你讲眼热嘛对，毋过我家己有看前后文。我感觉直接讲歹势，可能意思会较合，迄个原文的意思是。好，咱来听我们陈鸿辉老师。我常常感觉有寡眼热，甚至毋知要安怎才好。送来去萧定春老师。我忽然有小可眼热，甚至毋知要安怎才好。好，送来去咱第2个题目。耳边甚至还响起村子里所有半大不小的孩子们那种可以想象的诡异的滑笑声。耳边甚至还响起村子里所有半大不小的孩子们那种可以想象的诡异的滑笑声。耳旁边就是耳啊，听到就好啊，听到庄仔头内底有。煞听到一阵庄仔头来迄歌。听到一阵，庄仔来摸着要袂发一个囡仔屁，迄款会通伫想象的起翘，搁兼嘻嘻哈哈的笑声。好，这个题目真正有困难哈，咱来请希美老师指导。这其实真困难，听看卖吼，甚至搁听会到阮庄内囡仔屯咧义笑，哈哈笑，迄款干鬼鬼的声。好，感谢希美老师哈，所以起来听陈鸿辉老师的讲法。耳旁边甚至要出现庄仔内所有少年人迄款会当想象怪奇的笑声。好，所以是萧定春老师。耳边甚至还咧等，庄里所有要大毋正大的囡仔群，迄种想会到会奇怪的酸笑声。好，萧老师甲半大不小哈，反正要大毋正大哈。
好，黑笔老师要补充。像我家己就无甲迄个想象讲出来，就是因为我感觉第一就是即句话其实足长的啦，你要甲内底所有物件拢讲着，你可能会就是牵伤过长，所以像我拄则讲的重点就是囡仔囤咧叽笑、哈哈笑，主要伊其实咧重点是咧讲迄个囡仔，因为其实你若有看前后文，就是知影讲伊就是咧想着一寡代志，就是人会去甲踢笑的，就是囡仔可能看着伊可能发生迄款状况，伊就伫边仔可能甲叽嘟嘟，还是搁咧甲伊就是伫遐咧踢笑迄款状况啦，伊就是咧想象迄个状况，所以其实伊个重点就是讲你甲伊迄个情景，就是迄个囡仔其他的囡仔对待伊的迄种态度，甲伊讲出来。所以我重点是放伫迄个笑的声音，所以我讲叽笑、哈哈笑，就是有一寡声音可能是细细声，有一寡是迄种较大声，甲来就是讲形容迄个声是干干鬼鬼，就是毋是好的就对啦。无介正经的，迄款。其实像顶下其实我嘛有分享讲，就是讲台语咧讲迄个景的时阵，较介意直接甲迄个实际画面讲出来，无得较爱用想象。就是讲出来，你就法度想象，你就法度体会啊。台语拢是较写实的，就是直接甲迄个情景讲出来了后，你就法度感受讲，哦，原来迄个情景，你头壳内底就法度想象，哦，迄个情景内底我感受着啥物款的，迄个就是迄个感受就足清楚。这想象来讲，安想会到的嘛会使吼，其实我感觉想会到的，我感觉假吼，我感觉假，因为我感觉迄个语言无共款的是讲的方式无共，所以无一定爱教伊逐句拢甲翻出来。无的确，有诶时阵要讲会使啦，不过我只感觉我着假。较要紧的，颠倒毋是，其实你若要讲会当有一个较简单方式，就是你想看觅，我差不多迄个意思，我要讲人听，凭你硬要甲全部内底逐个词意思拢讲出来。会搁较好，你莫硬要想讲要一定爱甲全部内底每一个词列出来要甲翻译，颠倒你用较简单，你有法度理解你讲会出来的方式，讲人听有几句话是完整的，会搁较好。好，感谢黑米老师详细补充说明哦。好，上入去今仔日第三个题目。一双被洗眉水泡得有点肿胀、皲裂的手。一双被洗眉水泡得有点肿胀、皲裂的手。好，请同学讨论。洗头头的水，洗头头水，泡到淡薄啊，静起来，还佫必顺，静静的，必顺的手。还是阮家己倒咧倒变讲，嘿，一双手，淡薄啊。一双去互洗头头的水浸甲有淡薄静起来，佫必顺的手。OK， 来，黑米老师。迄双手，互洗炭矿的水浸甲了啊整整，皮肤嘛闭气，皮肤嘛闭开。好，上入去咱来听陈鸿辉老师的讲法。一双互洗头团的水浸甲有淡薄静佫闭的手。再来是萧凌春老师。一双互洗头炭水泡甲有小可种闭气的手。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上入去第四个题目。粗粗短短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些被石头或煤炭割伤的疤痕，一如我妈妈的手。粗粗短短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些被石头或煤炭割伤的疤痕。一如我妈妈的手。胃着。还在看什么用鼻啊？你看胃可能是较细的，那种尖，头脑可能较粗的，那用胃的，胃着。哦，胃着。胃着是。餐。伊粗剑底手指头顶悬，阁有一寡互石头。也是土炭挖着空水，就亲像阮阿母的手。好，安尼讲咁好势，咱请黑米老师个咱指导。指头啊粗粗短短啊，顶面阁有一寡鳍，是互石头甲痛看挂受伤的。
这就是阮阿母的手。好，感谢黑米老师哈，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先来听陈芳辉老师。粗粗短短镜头仔顶，也有挂互石仔，也是涂炭挂着上的旗，和阮阿母的手共款。好，再来是萧林春老师。粗粗短短的手砖头啊，也有一束啊，互石头也涂炭挂上的旗，亲像阮老母的手。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所以去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用没看见来逃避已然无法逃避的危机。用没看见来逃避已然无法逃避的危机。好，这句嘛无介简单吼，请同学讨论。百面闪美丽的，百面闪美丽的危机，生生闪美丽的，生生闪美丽，较简单。生生闪美丽的。假无看来闪爿，生生闪美丽的危机。听起来袂歹哦吼，请咱黑米老师指导。若拄着灾厄无法度走闪的时，规气当作家己青梅，自安尼逃避。其实重点的就是拄则我讲的中迄句，规气当作家己青梅。嘿，头前后壁就会当较自然去讲。伊即句的是中文咧算迄个逃避，安怎无法逃避啊？是游戏。好，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辉老师。因无看到来逃闪，已经袂得逃闪的危机。好，顺利去萧林春老师。因无看来逃避，已经发生无法逃避的危机。好，黑米老师要补充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头几先我甲迄个大台长建议，就是讲咱咧翻译的时阵，若较好，其实你爱看规拍，要安怎处理即句话内底伫规拍内底的意思到底是啥？你用台语的迄个方式去讲出来，电脑会骗你。干那看迄几个字，也是讲即句话，单单去安尼明言甲讲出来，有诶时阵其实咱用家己的语言去讲，电脑是做碍语的，就是迄件代志的。就是咱咧讲即件代志时，就是袂安尼讲。你若调伫要对中文迄种思考的方式去讲出来，其实会足奇怪啊。所以电脑像即句话，像愈文学性的物件，你电脑想讲，我若用台语去讲的时阵，会当用啥物方式去甲算一下，就是用台语的角度去算，去参考伊咧算的迄个方式。像我有看人咧翻译的时阵，伊咧翻译的时，伊毋是照重点伊的意思，伊是照得到的迄个趣味、迄个感受是共款的去翻译。这就是文学性内底会当去处理的问题。当然这是翻译的时阵，看大家迄个译者伊会当安怎家己去创作。所以其实诚侪人讲，其实你咧翻译的时阵，基本上你是佮甲原本的作品佮创作一摆。所以其实翻译是足困难的代志，毋是台语讲足好的人就做翻译，迄是两件代志。可能你的迄个文学中文的迄个素养嘛真重要。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两种语言的使用者的环境、背景、文化，你拢要做了解，你才有法度两个体会。好，今仔日非常感谢3位同学来参加咱的台语教室的单元，嘛感谢黑米老师现场的指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英的萧秀端，我是演阿美姊妹的萧如玲。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卖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小的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咱们 K 电台详细了解。
这个阿英啊吼，实在有够含慢拍算。这按照你讲话吼，所以凶派啊！职业病，我跟你讲。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加苏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暑假作业》，欢迎准时收听。咱下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继续空中再会。多谢啦，等你甲恁爸讲，我今年有加传半担，半担，半担烧酒，有点嘿老口。英啊是去向因兜要创啥？要创啥？迄也得搁讲，想嘛知。一片真情梦里唔通来袂记，期待一日个一日可爱的爱人。都未来，未拍波啊！